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咱是佚佗米制作。11月是爱的季节，琪琪的阿公会利用纸箱啊、纸杯啊、空管啊、旧衫裤等等来做各种佚佗物仔，送予附近的囡仔。准备动手 DIY 啊！阿公，我嘛想要斗做佚佗物啊！好啊，咱可能需要搁较侪材料。无问题，阮搁去找看卖，看还有啥物材料会当用。琪琪、乐乐、心心、康康开始斗收集材料。康康一个人就摕10个空牛铃盒仔。哇，康康，你哪会有遮济牛铃盒啊？这是阿爸阿母做芳村的。真好，这个材料会当做出足侪好耍的佚佗物仔哦。这个材料会用伫做啥物咧？来，我先示范予恁看卖。阿公摕出家刀、白夹等等的工具，伫盒仔两边加几个正四角形。阿公要做啥物佚佗物仔咧？阿公伫盒仔挂加一个大大的四角形。即马甲4个旧干仔挂黏伫盒仔下骹，了啊成恁啊！今嘛我要伫盒仔顶抹显目的蓝色甲黄色的线条。我知影，阿公做的是一台公车。琪琪又对啊！阿公真高。咱嘛来试看卖，看啥人做的上趣味。琪琪请乐痛来提议。好啊！乐乐头一个赞成，遂开始动手设计。我要做风铃，叮铃叮铃。乐乐想到会使用纸杯仔做塔克风铃，心心头壳内嘛浮出几个想法。我想要做茶马，嘛想要做纸风车。啊，也是做红仔较好咧。我要做啥物咧？康康看彼对本色咧苦恼的时，熊熊有一个灵感。有啊！我决定用机仔名签起一栋上赞的厝。不过康康试足久啊，拢起袂起来，起甲哀哀叫。厝敢是安尼起的？要是安尼了，哎呦，我做不出来了。康康，我来斗相共。乐乐甲纸杯仔塔克风铃放咧来斗相共，伊发现康康的机仔冰签无固定好势，所以甲康康甲加水抹互焦匀，黏较条咧。厝细细间，足有精神，徛甲在在。这栋厝敢若还有减啥？啊，遮还阁有梅仔甲柳仔，会当用来做果水的动物红仔。心心甲旧梅仔甲柳仔送互康康，互伊通做动物红仔的身躯、目睭、鼻仔甲喙。哇！佮加上动物红仔，这间厝就变动物的红仔厝啊！哈哈。琪琪伫边仔真无闲，伊用纸箱仔做一只细只飞行机，伊甲零件一个一个斗好好，甲莫大斗起哩。哪会飞袂起来？看到大家拢已经完成，琪琪搁较着急啊！奇怪，到底是倒位出问题？琪琪一直试，也是无成功。聆听，我做的塔克风铃会发出好听的声哦。较早我有乐乐甲心心斗相共，才会当做出这么赞的动物红仔厝。
这个古锥的动物红啊，互厝看到更较热烈啦。大家真欢喜，电视做好的佚佗物啊，敢若琪琪点点伫边啊。康康甲关心问讲：琪琪，你的物件敢做好啊？嘿，敢袂是做袂出来？真毋是咧，我做一只飞行机，只是拢飞袂起来。琪琪头咧咧，真艰苦。煞去，我无想要做啊！琪琪甲细只飞行机等伫边啊，琪琪，莫安尼，咱做伙来想办法。心心甲琪琪大大咧甲伊安慰，乐乐头缩缩咧，真歹势讲。琪琪，我拄则是讲爽笑的，你的飞行机看起来嘛真赞，咱做伙甲问题找出来，互伊飞起来。我嘛来斗相共，假使飞行机会当飞起来，一定超歹的。大家轮流摕细只飞行机详细研究，想要找出问题伫倒位。袂当飞，敢会是某大故障啊？也是开关歹去啊！哈，我知影，是电池无斗好势。琪琪，咱甲电池斗好势，搁试一摆。好，即马准备启动咯1、2、3，咻咻咻，飞行机飞起来啊！琪琪的心嘛跟咧起飞啊！